香港嘅阿茲海默症患病率隨住人口老化持續上升。呢個病症唔單止影響患者，亦深深影響住佢哋嘅家庭同照顧者。阿茲海默症唔單止侵蝕患者嘅記憶同認知功能，同時為照顧者帶嚟極大嘅身心、精神同經濟壓力。最近嘅醫學突破發現，阿茲海默症係由於異常嘅類澱粉蛋白喺大腦沉積，形成斑塊，導致腦細胞死亡，病情不斷惡化。呢種治療方案通過針對性咁溶解 β 澱粉蛋白，從而喺大腦中減少呢啲斑塊積聚，令早期患者有望回復昔日嘅認知能力。呢個發現突破過往嘅治療樽頸，成功推動新一代藥物嘅研發面世，為治療帶嚟全新希望。臨床試驗顯示，大部分患者使用新一代抗類澱粉蛋白藥物一段時間之後，大腦嘅斑塊能有效被清除，而且效果持續。不過，患者接受藥物治療期間，要定時接受磁力共振檢查，密切監察是否有副作用，好似腦水腫同腦微出血風險。要令新一代治療普及，令更多阿茲海默症患者同佢哋嘅家人受惠於治療，最重要嘅係推動阿茲海默症篩查，令患者可以及早發現患病，及早介入用藥。嘉諾撒醫院腦神經及老年科中心開展咗護腦行動早期認知障礙症檢測資助篩查計劃。想進一步了解，請向中心查詢。